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7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14例本土病例，新北市设计师的传播链又搁扩大，增加8例胃着病。过来，欠卵农委会按什么对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进口鸡卵？国民党要求一区甲核灾区的卵袂当进口。今年寒人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伫拜六礼拜报道，气象局讲全台湾拢会非常冷，南部低温嘛只有12度。新闻四台看咱过来，今仔增加14例本土病例，有54例境外病例。其中新北市胃着病设计师，佮去维护一个卖厝的代销人员这案，因为伊有甲同事佮朋友做伙食饭，佮有唱歌，又佮增加8例哦。咱来听指挥中心第部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14，好，那境外移入54。高雄的红茶店里面有足迹的重叠，19733是那个员工嘛哈，那现在他的女友也确诊，19584，相关的这个家里面再增加了2位，19859。第一个，它的 CT 值也持续的升高，有可能是这个的源头。好，那至于他今天又确诊的是他的一个父母，代销公司的员工，然后在2月13号下午，他们有一个协会的聚会，大概有80几个人吃饭，那25个人唱歌，产生了另外8位的感染者。台中的确诊个案是这个19926，他是一位旅行社在带团的，那他准备在那边到台东去带团。但是因为这已经就新北动作很快，那通知他，那自己也跟台东卫生局联系，检验后确诊。那但是他这个团还没有开始，女儿现在也是确诊的个案。那他是在北投上班。再来看中油高雄大拿厂昨有3个员工胃着病哦，因为中油是咱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所以各部门嘛开始准备应用。中油嘛调回2300个员工扩大体检，因为无伫厂区外面设体检站，提供附近的民众做体检，嘛引起质疑哦。高雄市卫生局是表示，会去看疫情的发展，有需要才会伫附近的社区来设体检站。保全守伫门卡口踢出入的人员磅体温。中油高雄大拿厂有3个员工确诊，是第12钟流工厂的工班员工。市府下令全厂2300个员工拢爱体检。做了到下班。有诶，早来着第一班的人，就是做了较准备上班。大拿厂的员工小煞转到厂区体检，到16为止，总共体检1901个员工，全部拢是阴性。不过，着惊群聚扩大会影响生产，除了继续体检，中油也向大拿厂各单位的退休员工定顺回来支援的意愿。新进退休的资深的同仁这一段过渡时期是不是愿意回公司来协助那因为他对他自己的工厂的特性了解。那当然征询他们的意愿，这个基本上算是一个前置规划的作业，等于我们讲说就是做一个准备啦。中油表示会进一步甲退休员工来协商，不过也强调这只是备案。大拿厂目前运作都正常，产能无受影响。不过因为今嘛只有厂区来设体检站，附近的居民认为社区也应该爱设站做体检。应该是需要啦。怎么说？因为安尼防堵较确实啊。传播链有在扩大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在这边设一个筛检站。进前因为高雄港或者是下县市群聚等等的传播链，为了确保社区安全，拢有伫基镇也是公山设体检站。针对大拿厂的群聚，卫生局回应讲会看疫情的发展，若是有必要就会做社区体检。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一个设计师胃着病嘛，为何大做伙朋友，佮有伫同一间餐厅食饭，一个卖厝的代销人员哦。这个代销人员嘛去喂护2个同事，其中有一个同事有接触到一个旅行社业务经理，这个经理人伫台东接到通知讲爱居家隔离，台东县卫生局嘛赶紧帮伊做 PCR 检验，结果确诊哦。卫生局嘛伫这个经理伫台东大个饭店设快筛站。透早台东的贵店饭店门口有设立快筛站，有一个旅行社的业务经理 PCR 采检是阳性确诊，饭店随后群做消毒，包括饭店的员工，还有旅客，拢总400个人爱体检。有一点担心了哈。想要知道他去哪里吃饭？不会啦，平常心吧。这个旅行社的业务经理确诊，甲新北市室内设计师有关系。
这个设计师毋但为何甲伊做伙大的朋友，同一天共一间餐厅食饭的女性房屋代销公司的人员，伫16嘛确诊，伊两个同事伫同一天嘛是确诊，其中一个同事也就是暗号19816，去过所在是袂少。13去钱柜锁骨店的时阵，甲这个旅行社的业务经理有密切的接触。这个业务经理伫16早起搭飞轮机去台东机场，到伫台东的贵店喜来登酒店，中昼去天野日本料理食饭。下晡接到台北市卫生局通知，封口的居家隔离。台东县卫生局派防疫专车送伊去病院做 PCR 采检了后确诊。今天早上呢，又有增加7个，所以说目前那个列为居家隔离，总共有15个，有餐厅的啦，也有这个饭店的，也有旅行团的。这是我们通报以后，他们后来才发现他确诊，所以这就是每个足迹过来以后，我们就会先去匡列，那匡列以后就会发酵各个地方政府的卫生局去做追踪，那会一个一个追出来。那台北市目前就是我们在足迹的部分，我们还是会比较严谨的来处理。这个旅行社的业务经理并不是带团领队，但是监督行程。通关为台北搭自强飞火车去台东，那这个旅行社业务经理是家己搭飞轮机去台东甲因会合，全程拢有挂喙安，敢若有中昼顿食饭的时阵有甲喙安摕落来，伫食饭的时阵感觉头壳晕无爽快，所以伊一个人食饭。原本是定4天3暝花东旅行，17是这个行程的第2天。台东县卫生局表示，若是快筛全部拢是阴性，行程会当继续照行。不过团员拢爱做自我健康监测。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团讲 CPTPP 下伫17号要开执委会，嘛有可能会去讨论到咱台湾立法这案。也毋过有新加坡的官员接受访问的时是表示，明仔载要开的是资深官员会议，目前是还未确定讲敢会讨论咱台湾立法这案哦。嘛表示讲执委会未遮尔早开。另外，英国甲澳洲的首相今仔是有视讯会议，嘛有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讲因关注台海和平，嘛小听咱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英国首相强生甲澳洲总理莫里森17来进行视讯通话，两个人伫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警告讲俄罗斯唔通入侵乌克兰，同时双方嘛伫声明内底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嘛来挺台湾来加入国际组织。国际社会上，尤其是很重要的民主国家，对维系台湾海峡的安全的一个高度的重视，所以我们深表感谢也表达我们的这个欢迎。澳洲唔那正关心台海的和平，伫进前国会报告嘛正挺台湾来加入 CPTPP， 因为这个 CPTPP 有传出讲最近就要开会讨论台湾的入会案，是讲是毋是会当定性有进展？外交部无证实嘛无评论，不过定性下较底线来争取加入。行政院强调讲，经贸办底线的这个会议的动态。就外传相关的这个议程或是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并不予评论。经贸办跟相关部会也都密切的在关注注意相关的动态，那也都会有所因应。如果有具体的进展，会跟外界说明。因那 CPTPP 的轮值国新加坡贸工部的官员今仔日表示讲，18召开的是 CPTPP 资深官员的会议，唔是执委会，这是要来讨论相关的事项。也若讲是毋是有擘打着台湾，也是讲中国要入会的案件，这都要看会议的情况。所有的有项目旁拢无加讲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改建日本福岛5关市的食品为特别帮校园的食安把关。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要求台北市教育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营养午餐的业者该签设计书，承诺讲未使用日本福岛5关市的食品，业者拢讲因一定会支持。行政院要甲日本福岛5关的食品改进，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烦恼校园食品安全的问题。17早起要求台北市教育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具体要求营养午餐的团膳业者答应未使用日本福岛5关的食品。现在呢是正在学期当中，那么我们希望用一个更快速、更有效率的方式，可以考虑采取在换约之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能够明文禁止业者在营养午餐里面使用福岛5县市的食材。议员希望教育局甲日本福岛5关的食品比较内地来处理，绝对袂当出现伫学校的营养午餐内底，嘛要甲团膳业者来换契约，明文禁止使用福岛食品，若无就会裁罚或者是解约。长期协助供应校园营养午餐的业者指出，日本的食材价格较贵，
自来拢是以当季的食材为主。最主要是在源头，在进口的时候，就政府应该做一个严格的把关跟检验。30多年的产业生涯里面，其实一般也比较少听得到业者有使用到日本的食材，因为它价格真的是很高。切结书的签立，我想以一般我们的业者来讲，其实都会支持。今天就可以立即把这个切结书的稿件里面做一个研拟之后，然后跟业者这边来进行这个完成切结书的这个切结这样的一个程序教育局表示，已经要求团膳业者优先采用国产的农产品，每一天的食材拢要做登记，嘛会加强稽查，来确保食材的安全。会随研议切结书，和团膳业者签署，来保障学生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欠粮，农委会按说要对美国、日本、澳洲等国家进口。专案公告讲，到3月底为止，专案同意对日本进口鸡卵。也毋过今仔早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批评讲，农委会开放对日本进口鸡卵，有可能会进口到核灾区的鸡卵，民众是错的等哦。也毋过防检局是强调讲，因绝对袂进口福岛5县市的卵。为着要缓解国内卵无够的问题，农委会先协调加工业者放出库存，再个以进口的方式来回报。防检局16号下暗专案登记到3月底，为日本收集鸡卵。国民党立院党团批评，日本是禽流感的疫区，为疫区进口鸡卵，会对国内饲鸡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风险。蛋荒没有解决，一样买不到鸡蛋。可是呢，还要开始扑杀鸡只。那我想这就是非常的得不偿失哦。国民党更加指出，就算为非疫区县市进口，但若是为产能大县池城来，变相是进口福岛5县食品，伤害到人民权益。茨城县的鸡蛋进来之后，真的让我们不禁担忧，核蛋跟异蛋一起进来，那台湾的人民将是被抓类蛋。农委会说明，美国、日本拢是禽流感疫区，因的国内犹原有非疫区，为无疫情的区域进口符合国际规范，过去嘛做过。有关福岛5县鸡卵是未进口的。这次从日本进口这些蛋饼不会从那几个县市进来。现在就是确定排除这几个县市，这样。对对对。饲鸡协会表示，只要经过检验，确保进口量未扰乱到国内市场，是未反对。进口的它会送到那个加工食品，不会到市场。防检局强调，为日本进口鸡卵有相同的把关，引入禽流感的风险是非常低。除了要符合动物检疫的规定，嘛要符合食品輻射管制的措施。记者们王德心台北报道。再来看国防部昨公布有一台卡利贝反潜直升机飞来咱国的西南空域，前空军副司令张恩定是认为无啥物战术上的意义哦，应该是做进行一般的训练尔。有学者嘛建议讲，咱国军应该甲指挥中心甲主力的部队移到东部，靠中央山脉、海岸山脉来加一层的保护。中军最近伫台海一直有动作，国防部16公布一台这个卡28反潜直升机飞入去咱的西南空域，用卡28会当来做低空咧飞执行反潜任务，引起外界咧关心讲，这扰乱台海的动机。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定分析讲，卡28是咧执行反潜训练，也是讲降载训练。一般来讲，反潜的训练呢，它的高度并不高，因为要加水下的目标，模拟多深水炸弹。或者模拟丢鱼雷，那在我们的西南海域是刚好就是仗在哪里打，兵在哪里练，那个地方是经常就是各个国家潜舰进出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卡28会当做水的真锁，未来国军的舰舰来服役，一定会来成做伊的目标。张彦定表示讲，国军一定要做好超前的这个安察，对应强军的威胁。国军发展的这个无斗大的作战，应该要聚焦伫的这个城镇的训练。不二个学者嘛直接讲，这两项袂当来甲合作伙讲。认为讲，和民兵步枪就会当来作战，这是无确实的做法。另外，考虑到地面防卫欠缺这个深度，学者嘛建议国军可爱甲指挥中处主力部队甲刷去东边的走廊。如果从西部登陆要越过中央山脉，基本上是很困难的，障碍重重的。它可以增加我们的纵深很多。如果它改为由东部上来的话，它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它要背对着太平洋，你的生命线。你的运输补给线不断延长，而且面临到冲绳的部队的威胁、关岛部队的美军的威胁。我们认为后备的军力是跟
三军的主战部队是同样要负责作战任务的话，那么后备战力的训练就必须要跟常备战力要结合，要挂钩。针对共军伫个2027年有可能来犯台，国军的整体作战能力正受到注重。学者讲，陆军是要以本土防卫为主，海军、空军都要有具备拍头一队，还阁有能力来反击。也若讲这个兵役制度是毋是要行转去这个征兵制？学者认为讲无这个空间，转是募兵制嘛是无可能。干那这个征兵甲募兵做伙来扣，安尼来强化志愿部队的作战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甲大陆有关系健保负担哦，会有一寡改变，包括一般药品、佮有慢性病处方药的部分负担，拢会做调整。另外检验的部分哦，超过一定的金额，会依照比例向民众来收费。详细办法后礼拜5健保会会开会来讨论，按算今年就会实施。病院大厅挂号领药啊，总是人真多。为了阻止部分民众爱踅病院，无论大小病拢往病院走的就医习惯，卫福部将调整部分负担，像一般药品、慢签药品的部分负担，将用力分级医疗进行调整。另外检验部分，若超过一定的额度，将依照比率向民众收费用。在急诊来讲，那我们希望说真正去就医的，他反而可以调降。然后如果是属于比较轻症的，我们希望他去门诊或者是怎样，那他反而这一部分可能调高。每减少一次平均的次数的这个就医的话，大概健保的这个支出就可以少250亿。卫福部表示，即马药品部分负担是采取定价收取。民众上悬只需要负担200块，检查检验费是无收钱。未来希望药品甲检查检验费用拢爱搁较合理化，也毋过有医界团体烦恼，会造成民众就医的经济障碍。会不会变相惩罚到去生病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也很难去保证说他不会造成民众的就医的经济障碍。卫福部强调，已经运用分段药力，减少重复检查甲用药，就此减少民众无必要的就医。此外，对于重度、极重度心脏者、甲中低收入户等经济弱势者，是免除部分的负担。也毋过相关方案预计后礼拜5、25由健保会开会讨论，目标希望会当伫今年就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过道开始哦，受到华南风雨系影响，全台湾拢开始落雨，无稳定的天气会一直到后礼拜哦。今年寒人以来上强的冷空气，就会伫拜六礼拜来报道。气象局嘛提醒，这波冷空气会是强烈带到冷气团顶级，拜六礼拜会非常的冷哦，民众都要做好准备。今年受气雨伞，大台北早起落雨有较停，不过这款呢好天的天气只无到半工，拜四下半工了后，随着华南风雨系东移，全台则会有雨的天气，刷落来强冷空气报道。拜六气温直直落，湿冷的感受会非常明显。从礼拜6的下半天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温度上有非常明显的下降，一直到礼拜天，整个温度的话会下降到是最低的地方。我们预计礼拜天整天到礼拜1的清晨，是这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拜六起气温会下降，中部以北有机会出现到20度，低温将会继续到后礼拜1头早。气象专家提醒，这摆降温将是今年初以来上冷的一摆。连屏东低温有机会来到12度，农业甲养殖渔业爱严防航海。这波呢，其实后面的冷空气的强度很强，甚至不排除呢非常接近寒流等级。连屏东呢，大概都只有12到14度之间。另外，东北部地区这2天起来一落雨不断，其中宜兰县南澳乡东澳岭测站累计雨量已经超过360毫米。气象局继续发布大雨特报，提示宜兰甲基隆北海岸地区爱严防大雨成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边境管制，桃园机场伫2020年头一届财务出现亏损，2021年嘛开始记债。桃园机场公司即马是面对破产的危机。机场看到空无半人，受到疫情甲边境有案的冲击，桃园机场的损失是真正力。去年旅客人数敢若剩2%左右，都要靠机制来度日。按算3月份机制金额会上100亿。
加上第三航厦甲第三跑道的建设总经费，拢总是1300多亿。桃园机场面临公司成立11年来头一届破产的危机。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大概已经有借款70几亿嘛。那我们预计到3月份，按照我们的工程进度相关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可能会累积借到100亿左右。桃园机场启用高达40多年，伫2010年11月份转型公司化。在疫情发生之前，每一年拢有趁钱，累计趁超过500亿。疫情发生了后，桃园机场公司毋但伫2020年头一届出现亏损，伫2021年开始机制度日。机场公司讲，无旅客的亏损是一定的，不过伊嘛坦白讲，目前财务的状况无介偌好。那你觉得现在的那个人潮跟之前比呢？差很多哎。怎么说？觉得？就很疯狂。疫情我们大概109年2月开始的话，我们那个旅客人次的话，从4800多万人次，然后到去年大概110年的话，大概91万人次，跌到地上就只剩下2%。资本是国家的金鸡母，即马旅客人数向减真济，无收入，第三航厦工程嘛面临付工程款的压力。桃园机场的资本额是248亿，若是机制超过资本额，就会面临破产。桃园机场公司表示，目前要是无法度按算疫情当时才会结束，航空业当时才会复苏。目前已经拟定多元化的筹备资金的方案，包括借贷、发行公司制、调整收费标准，迈向交通部来寻求情资，度过这波疫情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看台北新闻哦，去年有44件偷窃这款红海秘密的案件，警方统计嘛发现讲，女性是坐电梯的时上直接互偷窃哦，男性上直伫便所互偷窃，所以嘛提醒民众哦，一问便所拢有紧急铃，发现有人在偷窃，会当马上通报。穿乌衫查甫人徛伫便所的壁边，伊动作鬼鬼祟祟，趁无人的时阵，甲手机撸入去门旁来偷袭民众徛便所。被害人周先生伊惊到，大声咧甲喊，不过嫌疑犯已经有甲这个影像甲翕到啊，做伊行出去捷运站。犯嫌竟是直接蹲在厕所门外，将手机从门缝伸入，偷拍被害人如厕。幸好当时被害人第一时间选择勇敢求助报警。警方才能迅速查缉犯嫌到案。这件偷袭的事件是发生在去年的12月，台北捷运南京三民站，周先生伊事后咧报警，警员有透过这个影像来去调查这个嫌疑犯，有叫伊到案。一直有偷袭的事件，警方统计讲，1100年偷袭的妨碍秘密的事件，拢总有44件，占8节，全部刑案挖免2成。因那便所甲电扶梯，拢是这有心的人因要下手的目标。此类案件，偷拍女性的犯罪热点多位于捷运手扶梯，而偷拍男性的犯案地点则多位于男厕内。犯案手法均系以手机切入他人隐私部位。就是上阵区便所的时阵无戒备心，还佫有手扶梯的这个关节感，安尼互人看较袂到。嫌疑犯就是想讲安尼犯案。捷运的警察表示讲，会来加强相关的巡逻地点，卖来提悬警警率。只要若是民众有发现到讲互人偷袭，就会当来试这个紧急的试铃，唔通互这不实的人有机会通来下手。记者综合报道。考虑到咱国内中介技术劳工欠工的情况真严重，行政院今仔通过劳动部提出的移工留在久长的方案哦。那你的移工伫台湾服务6档有技术，而且薪水有达到一定门槛的移工哦，头家会当帮因申请哦，佮继续留伫台湾工作满5档，就有资格来申请咱台湾的永久居留。那在技术条件方面，必须要有符合以下的资格条件之一。如果在符合各部位所指定的证照范围，或者是由各部位规划出相关的训练课程时数达80小时以上，那另外各部位也会订定相关的实作认定的一个规范跟标准，其中达到1项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技术要求。但是如果产业移工如果计算薪资达到3.5万以上，因为这样的一个薪资已经足以证明他的能力是受肯定，这个时候就不需要有一个技术条件。
劳动部初步规划讲，移工来台湾工作满6档，有一定的技术，一个月薪水伫5万500块以上，有下这3个条件，就当申请继续留伫台湾来正做中介的技术人工哦。佮继续工作满5档，会使申请永久居留，嘛按什么开放，因会当带亲人做回来台湾。根据统计，目前伫台湾工作超过6档的移工，大约是有18万人。国际新闻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边境的局势是真紧张哦。虽然罗西亚讲已经撤军，也毋过美国甲北约拢讲哦，因等到看到愈较侪军队拢来到边境。罗西亚外交部嘛口说西方的媒体拢讲因拢报一寡假新闻。也毋过伫台湾时间早起10点，罗西亚的媒体是表示，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已经向乌克兰东边较亲罗西亚的区域发射炮弹。俄国国防部发布的影片，战车结束演习了，开到火车的第二路边，准备要撤军。俄国总统普京也讲，俄国无想要战争，但是西方国家爱随解决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代志。也毋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讲，美国并无看到俄国撤军，是看到重点部队向边界线叮当。I think, as Secretary Blinken also said, the Russian troops remain massed in a very threatening way at the border, and he was responding, I believe, to a good question about whether they were delivering on what they had promised yesterday, and the answer was no. 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也讲，俄国嘅军队加坦克车来回线叮当，无顶有撤军的证据。北约对卫星影像证明，俄罗斯并无自乌克兰边界撤军。But so far, we do not see any sign of de-escalation on the ground. No withdrawals of troops or equipment. This may, of course, change. However, what we see today is that Russia maintains a massive invasion force ready to attack. 德国外交部讲，会寻求欧洲安全甲合作组织，伫乌克兰东部派驻更加侪观察团人员。俄国嘅外交部是对西方媒体大幅度报道俄国可能入侵乌克兰，考试讲这个拢是假消息。К сожалению, для многих западных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эта самая война опять не состоялась. Опять же, было бы смешно, но мы оперируем все-таки тем, что пугает весь мир. 独立广场天顶有一面大面的那黄旗，临时制定的16号团结日这天，真侪乌克兰民众也国旗表达决心。总统泽连斯基讲捍卫家园到底。І ніхто наш дім не буде так любити, як ми любимо. І ніхто, тільки ми разом зможемо наш дім захистити. 泽连斯基16一个视察白俄边境正伫咧进行的军演，伊也讲俄国撤军的讲法无证据。公司新闻张伟玲、吴奇昌编辑。再来看巴西山城贝德罗保利斯昨落大水后，山区嘛发生土石流，目前知影至少有94人不幸罹难，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巴西当局嘛动员几百阿兵哥去灾区搜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目前人是伫罗西亚访问，伊嘛强调讲已经有指示相关的部门爱全力来救灾。荒废掉的厝，从冲走的汽车为阿摩图当中搬出来遗体，也有失去亲人的疼。这条大河来甲紧过急，一暝之间，这块山坡地予大河水冲洗，社区予土石流陷着，至少有数百人无家可归。其中一个受创上严重的社区，估计有80户的厝毁掉，当地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估计死伤人数会阁增加，就政府已经动员180名士兵进驻，较暗也阁会派遣专业搜救队展开救援任务。Só escutei meu irmão gritando muito, gente, socorro, socorro! Meu Deus, não, muita tristeza de ver o povo pedindo socorro.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北部的山城贝德罗保利斯，昨日暗雨大雨侵袭，3点钟内降雨量258毫米，是以往一个月总雨量。一位居民表示，土石流发生的时阵，看到就查某囡仔想要到教堂避难，不过真紧往外台。有居民认为紧急救援伤慢，才会伤亡惨重。目前当地罗西亚访问的总统波索纳罗伫推特表示，已经指示部会首长前往灾区协助受灾户。Até agora, pessoas resgatadas com vida foram 21 pessoas.
贝多罗保利斯捌是巴西帝国君王休落的所在，后来加做旅游胜地，也是国家好一批规划城市。也毋过人口增加，真侪人伫森林乱厝，搁乱垦山坡地起真侪厝。伫无完善的水土保持计划，数十年来已经发生几啊件类似的灾害。上惨重的一摆是2011年，当时造成900多人罹难。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来看加拿大卡车司机反对疫苗强制令的抗议已经3礼拜了，嘛造成交通瘫痪。加拿大警方昨通知这抗议的卡车司机表示讲随时准备要抓人，卖来吊销因的驾照。加拿大当局嘛指出讲，一寡示威者有甲极端组织有牵连。加拿大警方伫咧首都渥太华市区发宣传单，警告当地路人抗议的卡车运将，根据紧急状态法，因若是讲唔离开，就会封抓起来，或者是吊销驾照。警方又搁开始甲这几啊百只当地路人的拖拉库开罚单，不过有卡车运将是真不满，当场甲宣传单立甲嘴糊糊，强调讲因会坚信守伫遮。If it means that I need to go to prison, if I need to be fined in order to allow freedom to be restored in this country, it's a small sacrifice to make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freedoms of this great nation are restored. 这3礼拜反疫苗示威，要捅到各大主要的城市，造成美国、加拿大下境贸易规个是乱糟糟，搁有一寡国家嘛出现类似的情形。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暂时引用真少伫使用的紧急状态法，要互当局有更较侪权力来结束这场示威的活动。Indeed, several of the individuals at Coots have strong ties to a far-right extreme organization with leaders who are in Ottawa. We're talking about a group that is organized, agile, knowledgeable, and driven by an extremist ideology. 反对党也就是保守党的议员是批评讲，杜鲁道无先含国会来讨论，就引用紧急状态法。司法部长回应讲，国会真紧就会针对这件代志来进行辩论甲投票。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过来的消息，咱来看台南的台84线玉峰大桥边有一台超速翕相机连续2档是台南市开出上侪张罚单的机器，罚款至少有5000万哦。最近相机的镜头改方向，同款嘛是掠到真侪民众超速，警方嘛呼吁民众赛车安全第一，唔通抢紧。台84线这期测速的，就伫玉峰大桥边，因为台84线是市区甲山区主要出入的车路。嘛，在国道1号甲国道3号往回车是真多，2019年底才正式设立开始运作。过当年就以处底15225张罚单，正做固定测速翕相，处底上侪头名。乱象的部分，我是感觉袂歹啦，会当降低事故发生在地啊，还是外地的人拢会当警惕啊。有听人咧讲啊，唔系做日记，我唔知影。应该是开了，较无遐紧，车较无遐济安尼。这支测速的原本就按算要处理大内往玉井方向的车，去年底调整方向了后，最近警方佫家调倒转去大内往玉井方向。今年才打过个外月，目前已经处理1019件，尤其是镜头敢会换方向，拢会对车流的状况来调整，对经驶赛车的人效果是较好。那我们预警分局呢，随时会提供车流的状况给交通大队做。它转向的参考。那我们分局呢，也有这个测速枪做互补，那没有侥幸的机会。警方强调讲，这支固定测速的启用进程，就已经有公开表示双向拢会处理，而且伫迄搭嘛有采超速翕相的告示牌啊，目的就是要提醒民众，唔通超速，都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中华的中州科技大学，因为互乌干达来外国学生指控讲无提供全英语的教学，嘛互因超时工作有种种正恶质的行为，所以教育部决定讲中州科大对111学年度开始停止招生。中州科技大学受到乌干达的外籍学生指控，互学生真做劳工的争议。教育部即马要严格处分，决议中州科大自111学年开始停止招生。有的学生表示唔知影这件代志，有的是有收到校方的通知。蛮惊讶的，因为跟那些人也没什么交流，然后会发生这种事情，就觉得蛮意外的。他们有说不会影响啊。
学校有跟你们说过？对啊。他们是怎么样跟你们讨论？只是发讯息而已啊。伫咧彰化县的中州科大，自1964年创立到今，前身是中州工专。教育部指出，中州科大自104学年度第2学期开始，互人列做教学品质查核学校，到今拢还未完全解除列管。接受境外生，佮违反外国学生来台就学办法规定，而且佮无法度提出有效的辅导境外生学习的方案。经过真侪摆纠正，拢无法度改善，所以教育部决定要用停止招生来处分。本部以私立学校法第55条及111年2月14日私校咨询会决议，该校自111学年度起停止全部班级招生。中州科大表示，校方积极咧办学，而且注心咧提升教学品质，学生的成绩真出色。目前也未收到教育部停职的正式公文。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有获知这个讯息但是因为还没接到正式的公文，那我们学校当然也是要看到正式的公文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进一步的动作。校方强调，未来若收到公文，会向教育部申请申复。目前校务一切正常运作，学生受教的权益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馆有未少中式海运动场跑道拢歹去，问题是真多哦，嘛影响到学生啊运动安全。婚姻馆政府向中央争取3亿的预算，要来改善，预估年底进前就会当来完成。来到宜伦国小，已经使用10多档的 PU 跑道，用手摸起来已经真筋骨。有的跑道边啊嘛已经出现海气的情形，有当时啊拄到落雨天，佫会积水，学生咧使用恐惊会有危险。因为学校的跑道平时就是下大雨的时候积水就会很严重有时候他们来运动就会觉得好像不是很安全容易滑倒，所以他们很期待学校能够做跑道的更新。分管副表示，有一寡学校的 PU 跑道真旧，甚至受到树根的影响破起来。另外，有一寡学校的运动场也佫是红土的跑道，常常出现风背山、叶背生杂草的问题。若跑道无平，排水嘛无好，这边向中央争取3亿的经费，要来改善。那也经过这个体育署这个到现场来会勘。那修正计划之后，我们再报到中央。那提报到中央之后，经过他们的一个审查。最后通过的第一梯次核定下来有43项教育处表示，5万运动场改善了后，学生的使用会当更加安全，嘛会当提升运动训练的品质，嘛会当提供社区的民众来做运动。目前大间学校已经开始咧发包工程，预计年底进前就会当甲跑道改善到好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歌手王力宏的离婚案件是吵吵闹闹。早起有妇女团体就指出讲，家庭主妇无应该是无薪水的职业哦。妇女团体嘛认为，赡养费应该改做婚姻补偿金，互离婚的女性愈好有保障。牵手共心，做伙来组织家庭，因为生囝的关系，就要互离开工作，来付出更较侪机会成本。东吴大学社工系教授洪慧芬伊经济调查讲，生囝对女性的生资影响的这个负面呢是真明显。一个子女的听发率是4%，要那2个就是10%。离开工作平均大概将近6年，我才能够回到工作。那你想想看，现在的那个职场产业变迁这么快速的情况之下，6年后你再回到职场，其实你已经回不到你原本。假设你是一个专业人员，回不到原本的专业性工作。规年拢无休困，24小时拢要扮演真侪角色。立委范云伊讲，分配到这个角色的人，无应当讲互看到是永远都无业绩，也是讲能力。不如果当双方要离婚的时阵，请求赡养费，还佫有财产分配的时阵，拢定定去互忽略去。范云甲妇女身体基金会拢认为讲，养饲费无应该甲看作是翁仔某抚养义务的延伸。2个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立足点，进入到婚姻关系。可是当几年后离婚，一个已经在上面，他的不管他的职位、他的薪水、他的地位等等，都已经是超越另一方。所以在这里居以平等，居以一个公平分配的一个正义，他当然应该去对他做一些的补偿。养饲费会当甲定做婚姻的补偿金，全面评价因为这个婚姻贡献衍生出来的机会成本。范云这立委已经提出修正的法案，民体甲学者嘛来建议讲，应该都爱共步来做离婚分配金的这个修法。
安尼会当互离婚的女性得到更较充足老年的时阵经济安全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台湾少子化问题是真严重哦。去年出世的人口只有153000个人，佮创史上上低，嘛已经连续2冬人口负成长。民众党的立委佮专家总是认为哦，政鼓励生育只是政府的口号尔，因为政府向基本的公共托育、幼儿的照顾种种的资源根本拢无够哦。这是要安怎来鼓励少年人结婚生囝嘞？好像抽乐透一样哈，其实这个老实说，根本你不抱任何的希望哈。甲抽公托比作是抽乐透，立委邱成万讲，伫都会区公立民营的托婴中心的量能，即嘛是无够的情形。这个评鉴还是蛮高分的哈，但是我们知道说它缺额也是0，备取有185人。都会区的公设民营的托婴中心，几乎每一家都要排候补，显见都会区跟非都会区的公共托育的量能分配不均的问题。邱成万指出，110年公立民营的托婴中心收费的标准是8000至14500块，准公托甲准公共义务相对来讲收费是较悬。不过到今年1月底为止，公立民营的托婴中心会当收托的人数敢若有1万人，占收托的总量无甲1成，无法度真正减轻家长顾囡仔的负担，而且幼儿教育这部分嘛欠卡手。到113年，其实我们需要增加公共幼儿园还有非营利幼儿园是高达3000班，要有6000个教保师的工作职缺。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一年，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一次2020年培育了692位的话，那当然在这个部分是远远不足。他进去现场之后的半年甚至1年，他就决定离开了。不只是薪资的问题，整个职业尊严、社会对这个工作的重视，一个教保人员他被很多家长无理申诉的时候，我们的行政单位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甩锅。专教总指出，教保人才流动率真悬，甲职业尊严也有保障是有关系，甚至伫南部也有私立幼儿园的薪水无甲2万块，所以甲立委共同呼吁，伫立法院法制局提出报告，建议政府甲鼓励生囝相关的优惠措施规定的可行性，演议征订到宪法征收条文的时阵，应该爱互托育的量能更较周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县信义乡的九美部落，有布农族甲鄒族，也毋过人学这个鄒族，因的传统文化已经豆豆仔消失了。所以九美部落的族人最近是订起一个鄒族传统聚会场所，望讲会当来传承复兴鄒族的文化。一群族人围伫咧木造的建筑物边唱歌，这是鄒族的传统聚会场所——夫妇。南投信义乡的九美部落是鄒族甲布农共存的部落，部分的鄒族文化已经渐渐消失去啊。九美嘛已经有70外冬无看到夫妇啊，即马有族人搁再重现。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来让孩子去学习，对，所以在整个建筑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就已经有了很多的学习。然后再来，我们有一些鄒族的耆老啊，他们会进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传讲一些他们过往的故事。九美部落中间这个查甫查某、大人囡仔拢会当斗阵的集会所夫妇，除了让九美的鄒族囡仔会当来学习传统的建筑工法，也有传承部落的文化。我们希望利用传统的这个智慧，加上我们森林经营的理念，来开办这个森林的原住民的学院，让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跟经济都繁荣起来。透过林务局甲台大实验林管理处合作，协助九美部落进行山林的管理甲经营，那是希望会当复兴部落的文化，嘛会当进一步推广，带动地方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将邀请去年各县市台语演讲比赛得优的学生去行政院开讲哦。院长讲，大礼堂是院长交接的所在，甲大家找来者，就是要来表达咱国家对母语的重视。唱你爱讲台语啊！好，正确答案。哎呦！甲学生囡仔面对面用台语开讲，2月21就是世界母语日。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邀请各县市去年台语演讲得优的学生来坐，表达希望大家不管时就要记得讲母语。阮细汉伫学校，袂使讲家己台湾话，讲台湾话爱互关便所，爱去洗便所，爱挂洗牌啊，搁爱发国牌。即马会当讲啊，煞常常无爱讲，迄就真害咯。
趁机会提醒大家爱讲台湾话，家长老师拢有责任感。这届行政院邀请这学生，伫比赛当中拢会当讲是过关斩将。伫议长边的教育部长嘛提起竞赛政策的转变，甲议长组屏东县长时的故事有关系。伊捌拄过去颁奖啦吼，颁奖的时，哇，囡仔大家足欢喜的，哦，院长嘛颁甲足欢喜的，大家甲问讲，啊，你怎么几岁？啊，你甲啥学的？大家说硬硬，唔知免哪。各位就知影讲，这就是咱无落实的所在吼。所以讲，院长伊迄个行政院迄个宴会啊，耳提面命很多次，伊讲这爱改变。潘文忠表示，因为政策的改变，这几档的本土基建竞赛变作唔那是干那杯尔尔，基建才通真正伫生活中来使用。苏贞昌嘛强调讲，基建端文化别，老母家的话就叫补给，是上水的基建。记者陈亚文、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再来看美国纽约市长亚当斯上任了后，规定讲，逐礼拜五所有的学校餐厅爱推动无肉日咯，只提供素食。那伫美国这么全球食菜是愈来愈时行。来看以色列做食物卖业者，就看好素食的市场，扩大投资。50位总部西餐厅业者，一个美食评论员，做伙伫伦敦的日本料理餐厅就多马地参加业者办的是无肉料理品尝会，用铁板烘的照烧牛排，也个看起来真好食的煎饺，拢是用3D 列印技术，用黄豆、荷莲豆两倍，用脆豆、甜菜根等食材做的素肉料理。Mutton sometimes can be strong, but I like the way they recreate the juicy part of it. The texture is almost there. It's not the same fiber. We know that. 以色列的新创公司 Define-Me 计划2022年买一个欧洲的市场，开国家侪点。美国上大的城市纽约市2月开始，1800多间公立学校，总共110万位学生，逐礼拜五学校的早午餐拢会食全素。And I'm going to do the best I can to give them the options of a more healthier diet. 第一礼拜菜色有素的墨西哥饼、调味的菜花、乌豆番麦沙拉、水果加脱脂牛奶。Really a big shift from where they were with dairy-heavy foods like grilled cheese and pizza to things that are more sustainable and healthier for our students. 纽约市自2019年度开始，禁止公立学校的餐厅提供加工肉品、奶酪三明治加汉梅三明治拢袂使卖，并且推行无肉8日的活动，鼓励学生囡仔食较健康的。新任的纽约市长亚当斯家己就是食素的。伫咧竞选的时阵，就甲健康饮食列做伊的政见，尤其是要互学生食了较健康的。不过，对学生的反应来看，素食餐点的菜色可能也该设计一个，因为真侪人认为拜五食素的时阵胃口无啥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来看比利时有爱心团体最近伫街仔路送一款纸做的布棚哦，会使杂好密好，佮真方便使用。咱做伙来看卖。把这款长四角形加三角形的胶纸棒放伫咧车顶，那天气变冷时阵，范德史塔博就去比利时的路下发一种纸布棚。C'est chaque fois des transports de 20 tentes. 20 tentes. Et chaque tente peut accueillir 2 personnes. Une personne avec son animal de compagnie ou une personne avec toutes ses affaires. Parce qu'ils travaillent leur vie dans des sacs. 范德史塔博5年前开始纸布棚庇护计划。伊发现首都布鲁塞尔，若到冬天时阵，收容中心就溃满，而且政府禁止伫咧路搭一般的布棚。冬天天气冷，真侪龟朽拢困伫咧冷冰冰的路顶，互人看了真唔甘。On peut pas résoudre le problème de fond comme ça, mais on peut soulager les humains dans leurs difficultés de la nuit, de la journée, du quotidien. C'est un peu ça que j'essaie de faire. 这种纸布棚的构想来自日本的凹纸，真紧就当天开，若要收，个人凹合起来，要炸也真方便。会当炸风冻好，个会当有淡薄仔温度。C'est un peu difficile, c'est douloureux, tu vois. S'il y a un coup de pouce, peut-être on sauve les gens là. Ouais. Tant que moi je dors dans le chaud, je s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dehors, parce que tout le temps je suis avec eux. 一个纸布棚差不多会当用2个半月，了后还会当回收。
范德施塔博讲，布鲁塞尔差不多有6000位歌友，而且每年一直增加。伊希望大家斗相共，捐款资助抓捕棚，或即寡无家可归的民众，会当有一个暂时住的所在。公司新闻市关林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是17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